谢我们再次的谢谢马来西亚吉隆坡汉风舞蹈团在今天最后精彩的演出，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中华强友文教协会之夜的演出，我们的节目完整结束。晚上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观赏，也请大家协助我们椅子放在原处就好，不要叠起来。再次跟大家预告，明天10月12号礼拜五演出的国际团队，包括有来自于捷克、俄罗斯、印度、纽西兰以及日本的国际团队，邀请大家明天晚上7点30分准时莅临观赏。我们明天再见。这是放了。这个是哪一样的？